不存在哪个说你嘛，那么多会员，哪个管你哦？好的，主要是今天我去还跑了条中间跳，然后你不叫点儿，又感觉有点背对。去的少嘛不说嘛，去的多的话就不好不叫回。你去的次数少啊？你一个才去几天嘛？我可能一周在那边周一两天的嘛，一两天就是啊，这边一两天。是啊，没得必要你交那些。你有没有加入他们团队？交下钱嘛？好吧，这边。哎呀，没有去。还要打气。好了。不要跑。开始。秋菊来了，不知道。他说和周爸在一起，看到。他在外面一圈。这个没开。李哥你好。嘿，对外面的吗？哦，对，你在摆龙门阵的。来，兄弟们，站顶起来，站顶起来，验证。哈哈哈，看，他有点厚，可以吧？不厚。走马出要来了。哦，你那个引着后天就回来了。对，他们3个就可以起床了。明天那个银座还有最后一场，今天跑去帮忙去了，然后距离这一家还比较远，好像有60多公里，这个是矮的那个是一帮卓玛的姐姐，一帮卓玛这个是一帮卓玛。
今天穿了又是一种。这两个嘴没在一起。我不知道他们在不在，应该在线，有些应该没说话。他是东皮哦，这个东皮。他东皮哦，他是东皮哦。金子24K 的。金子的哟，99.99%纯金的。兄弟们，车好冷呢，但是还可以吧，今天还可以13度。谢谢5星的个人星票，谢谢我来了，对，今天来了，今天星期确实对。咱俩不知道不错了。喊321赞左下，点赞好不好？他们叫你仙子，叫你仙子、仙女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5星哥，谢谢木木姐姐。阿姨在那边呢。这个是李唐多吗？姐姐吗？妹妹？对，姐姐吧。好像是姐姐。啊，姐姐啊，对。比你姐大的。咱们赞多少？我们老胡也来喽，这几天他去，我没看麦克风，把那个 DJ 那个打开。他还给那个路东那边庆阳宫那边给了20块钱会员费，每个月20。哎，那个我说你去多少次？一周一两天。我说你不刷团队的人，只是去跳舞还交钱。天上的仙女，还有你也喜欢唱这个。今天还可以啊，比昨天脸色好点点。不知道那个是谁。在那一起哦，哎，要开始跳了，都要开始。转个方向，转了个方向。
哎，小崔了是不是？他欠我300块钱，哎呦，他搞忘了，不管他，跟别的不争。他好久没看到他了。他们工资才太低了嘛，我觉得不可能一千招的话，协警一个月收入在3800多，过了几年应该涨价了，不可能现在一个月才3800。可以吧？还有多人三个。
才来2个，还有2个没来。穿的那个比较贵，肯定那个上线无止境，几百万都有，几百块钱、几百万都有。现在那个挂件的也太贵了，总把出那个有个小的，哎不知道，刚刚登子看完一下是不是精致的，那些的话那个挂件那些那个价格更没办法说了。搞个钻石啊，就几百万上千万。反正衣服的话，一般几百块钱吧。男装的便宜点，男士的300-400块钱。女士的要贵一点。反正他们应该是一天中穿的最漂亮的时候，应该是跳舞的时候。你像英卓有时间来的比较到走马村的店面上，他们2个人穿衣服，那一个人穿不好穿，一般要提前1个小时准备吧。取座也是，一般7点钟、6点钟就开始在家里面化妆啊，然后穿衣服要搞1个小时，一件1个小时都不止。回来了1个人，多了1个人，走马的走。
现在卡不卡？试一下。手机测试正常的。长相有关系吧，你穿再便宜，觉得你还是穿得很好看，是吧？你让雍真穿100块钱的丈服，他还不是好看吗？你让穿1万的、穿1000万的，他穿上还是好看。跟人的长相有关系，你穿再贵的话，还是体现不出来。
天天吃麦当劳啊？你在吃麦当劳？啊，你在吃麦当劳？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们在说，他们在里面，他们在监视你，在监视你，有谁是监视到你的？你喜欢吃哪种嘛？麦当劳？喜欢吃哪一种？汉堡包吗？牛肉汉堡包。汉堡。那个吃2个吃饱。麦当劳就搞活动，那个鸡就什么鸡肉堡啊，还是什么11.9块一个，12块钱。我以前买2个鸡，它是什么堡啊？人家是25嘛，26的那个鸡腿嘛，是什么汉堡啊？肉很大的一片那个。给去这个喊了5、6个给他吃，才60块钱嘛，给他吃2、3个就吃饱了。那巨无霸已经涨价了，以前我们在那边有个龙泉那边有一家，我们吃的是18块钱，我们公司的所有人全在这吃。那边只有一家麦当劳，那个一个巨无霸才18块钱，现在都涨了多少钱啊？28嘛。声音是玲玲那边传出来的，玲玲那个时间有点重，你听吧，玲玲那个声音，咔嗒的，曲珍那个也要响。出的那个比较小，在中的那个也比较，但它那个声音没有声音，声音是那个玲玲身上那个发出来的。这个是谁？梅朵，冲得很快。苏拉没来，苏拉还没来，那个放太小了吧，就很小，不是，他应该打电话问一下呀，是有收发的人的电话吗？我应该一般没有，有些不知道电话号码。Oh
间什么都没挂，好不好？空呢。曲针都挂的有，你看没有？曲针挂在右手边的，左边，左边，台中也挂的有。雍真的应该也有挂吧，一般的标配。你看应该挂在右手边的吧？哎，好像没挂呢，好像没有哎，还没挂，左马出来小。雍正没挂。玲玲那个比较大，声音比较小。维朵也挂了的，然后扎西曲针也挂了。搓手取暖，他们在搓手取暖，其实没有多冷啊。我现在看温度多少度？应该不冷啊。
该写名字了吧？暂时不知道是谁，写完的，是你的吧？今天晚上那个等真的还没来，还没说来，这个不知道是谁说的，他也不知道是谁。哎，是小倩吗？小倩在后边的嘛？他应该小倩和那个云峰他们来了。这个是。是谁送的？小江在后面，在第二圈，在那个雍正的后面。一直错过，好久没放了。这段时间你跑没见人，基本上没来用这段时间。
Two flower yes。那另外一个不知道是什么。开心。张希刚刚来，苏拉来了吗？没有，看那个有点高，应该是苏拉吧。哎，刚刚来吗？刚刚有人跟你说话，你知道吧？有一个跟你说话的。哪里？反正送快递，当时没找到你就走了噻。后面吗？哦，对对对。看嘛，苏拉一下就找到了，个子很高。只有现在只有2个，不知道。都会跳，你看嘛，每个人都会跳。最后评不怎么对呢？
定的曲楼。So send me my donkey, so country, so sugar, so naughty, $2, so then trap you sugar, so naughty, $2, so then trap you. Roma yo jiwang ke, donkey si ju sambo, amere yo jin de lam, thunder de ne cha ju.3个，认真，往前找西。我用50的胶卷照一下。哦，50是最人眼的视觉，人眼的视觉的是50。对，然后定焦就是50嘛。定焦你视看人家视线相当于50度，50那种。
先和苏拉这一起，在第二圈。又是一个人发，这第几次了？你也要有一个，你太好了，好，谢谢。你转播我们都看了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像那个人来了2次，我不知道是谁，有问题。好好跳舞啊，白货。暂时不让放音乐，那长期。
大顺风，好像说第二次了吧。老胡，看到老胡没有？哦，3个。走马出，这个是，福金的，这个是苏拉的，这个是徐峥的。哎，不是，这个不是徐峥，这个应该是，哎，是谁的？哎呀，你就回家直播嘛，你就直播嘛。哎呦，叫他回去，叫他吃饭。啊。
知道那个是谁送的吗？那个是我那个一个姐姐送的。哦，姐姐啊，哦，那没写名字啊。对，他那下次上面写了，真的写了。哦，下次也给你整点那个糖果那些。今天我没有，就那个今天打那个都比较晚了。没事，现在有2个人。对，等会儿给你报回去，2个随便报，没多远。不远就在对啊，对。啊，青稞酒，快点调青稞酒，这个可好听。我这里去看。啊，青稞酒。他姐姐送的。哎，佳佳，这个好久没来了，在续就不打掉他了。刚刚那个机车妹佳佳和雍措在一起。这个是朗普嘛 ？CC 嘛？CC 西西来了，西西和那个佳佳还雍措。后面那个是谁啊？后面是那个个子比较高的那个叫啥？2个都比较高，看嘛，2个。那个是谁啊？这2个是稀客。还有一个我和他。这是什么？哦，瓶子，我这个是。哎，无所谓啦。这边是个手。过来呀。还是一个手。下没了，我操！不是吧？还有几分钟？还有点好，还几分钟？哦，还有12分钟。10分钟完事儿了。12分钟左右。你咋不放曲儿呢？呵呵，在选歌嘛。后面那个是 CC， 哦，西西，旁边那个叫机车妹，那个高的我不知道是谁，这3个。
他穿的战装很简单的。个子很高，1.7米哦。西西现在叫对。他跑第3圈去了。哈，我给他拍下来了。这什么情况？送什么 pick comment 什么东西啊？西没拍，等会儿给他拍。哎，后面的叫什么来着？什么？苏拉后面的叫什么？苏拉，来，哪个？小倩，和那个永吉不是一起的吗？起码他们几个跳得高。
一样叫 CC， 改成叫西西，那个叫佳佳，旁边那个那个叫西，不认不到那个叫西。旁边是永错，看到过他，看到过。千翁去的是比较多。我认得到，但不晓得家里。他是好久没来了，他们好像很久没来了。西面桥都没很少去西安过。上门肯定要跳啊！现在都几点了？现在都几点了？转圈圈跳。
几点钟嘛？现在？刚刚9点半。刚刚9点半。刚刚9点半。结束了签。也得签过吗？签过。不得去了嘎，肯定不得去了嘎。对，今天早点回去。今天天那个涛了还好。哪都不会。只要拉出不在，他就回去。什么嘛？没有，我们昨天喝到11点，11点。那个后来那个老金来了，就是那个小金那个小伙子来了，我们要走，来了以后他朋友又来了，然后这个几点钟了？11点。11点钟不，先我们去喝酥肉肠，在那个灶台那里。小金个小子，昨天给我们拿苹果的梨儿那个。昨天给我们晒梨儿。这个都27了。然后他就说，他朋友他一跑起来，他有嘞，我又那个永吉跳舞的。7万6。对啊。最高的了。这个我看15万。你自己点自己点，没意思。无所谓呀，反正一多，自己给自己点个赞。他是没算的。昨天你走了，人家他们后来在那儿跳的嘛。跳了的嘛，那你练舞的嘛，他排的。你还没去？今天是个练舞。他们编新舞，没人。今天是个练舞，昨天说的。昨天我们过去了嘛，然后没时间了嘛，我们早回去。在那儿喝了茶过来，他们11点过，他们还在那个。还在练舞嘛，还编舞，还编新舞。然后你不让我们拍了嘛？本子都隔得很远了，还直播。我说微信视频也在发永吉的，这是昨天的。昨天的微信上，因为你永吉自己，现在永吉是扎西拉姆的流量特别多，现在。扎西拉姆发了一个。你看扎西拉姆的，每点赞12万，点赞都几万的点赞。哇，扎西拉姆的好多啊！太夸张了嘛，5万，我看到个5万点赞的。就是很多流量他的哦，扎西拉姆特别火。今年很久。但他直播的时候，他直播的时候很少。微信视频里头发的。本来就20多万。他2个号，一个号10多万，一个号30多万。他2个号了吧？光发就3个视频，那个微信视频是1000多人关注。那个里面就一个人贴那个贴了阿曲那个感恩那个，就是属于什么1.6万点赞，60万点赞，但是1.6万，1.6万赞。哎，对那个人，60多万流量，现在都已经70多的流量，70多万流量。有个人我不晓得啥个，他们转的时候看了一个。夸张，我就发了3个视频，都是1000多人，1000多人关注。转了个现在没啥对头了。太夸张了。想起就发，管他的。我们又不在乎的。他一天发一个，发来耍。太少了嘛，一天就发几10个都可以，只要你没发违规的。我来哪个看？只要你不发违规就没得事。小的发。我5、6千、4、5千个。我跟等毛就要有突破1万个。看不完。所以我的都比较长，一般将近1分钟。他们就是几秒钟的，我全部是50多秒钟。现在都控制到1分钟了，看到。就把警察部帮了啦，帮了啦。顶真的有几个人全嘛哪一个？这饼干那边自己拿噻，这边，这里面有个，这边有，这儿有啊，有吃的，这个没有那边。哇！他要的那个雪花，那个雪花。这是谁的？左边那个有吃的。人家已经选好了哎。你2个手，我把这样可以了。我都快1个月没更新了。把那个好吃。我也不知道，大点几个人。我也是。小洛，你跟小李讲了以后，小李吃嘛？对，这个小李直播了就帮我现在帮他那些。
不知道是应该是巧克力那些。啊，我肉一点嘛，给我。是这那么好，长相那么好，不会我们计较。就像这边人，他们对吧？还得去练舞啊，啊，特别去变性舞啊。今天去不去？今天不办。今天不练啊。昨天晚上再练。今天还可以要个10度啊。10来度。10度。这些有巧克力，这些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这个，这是巧克力，这个不，这个是巧克力，这是这个饼干。真正的？这个真他姐姐送的。哪个姐姐？这个是金明珠送的。这个谁呀？广东那个买的这个是那个。那快点把这个花拖回去。我摘去我们。还有一个人包不下，还要小。是吧？这是谁的？你随便拿嘛。这两个是谁的？他的。脚都不知道。咱们东马的。我操！咱的女朋友跟我见着你们花多的钱了。哎，拍照了啊！天哪，这个。买的是我是。那咱们不用。他们家里头买的地方。2个巧克力。这个我吃了。谁给？是吗？那刚刚打开了呢。对。姐姐送的。另外一个。他一个姐姐送的。怎么跟那真的？发誓不是。真的，他要买个坦克300，我不知道他拿驾照没有。等阵想回来老家了，把坦克300。他以前买个越野车回去正好是。他回哪里啊？回这个呀？回老家那边，开没时间噻，他也没驾照，没有驾照。的嘛。还是驾照。这儿的这个好看，看个洞。啊，你拿这就啊，放在那个嘛，把那个花放在那个电瓶车上面。晚上就吃了点蔬菜就差不多，没是有啥子东西，我说跳会儿再去吃。跳了只要累的嘛。啊，回去再去整一点吃的。我说嘛，昨天我们又跑到那儿去了，去喝了咖啡，然后那个卓玛拉姆他说的他们姐那儿去嘛，我说要走了，11点钟走了。后来我们就到咖啡馆，就那个楼上咖啡馆去，给那个他喝藏餐，喝那个酥油茶。酥油茶我们喝了，喝的时候。你喝几点钟啊？12点。没有。那天以前就是你昨天跟我们那个栗子那个，他就来了，他问我在哪儿，他说喊我去喝茶，我说你过来嘛，就在那儿前。其实把这边商铺开起来的话挺。就是。肯定在这儿上面便宜一些。就上去那个藏餐喝茶，就那个女儿嘞，喝了茶，然后那个来了以后，他走了以后，然后那个小伙子又说他一个朋友要来，是个彝族的，我们又过去。彝族是不是过年啊？正好看到他们彝族。他5天晚上不在。我觉得没那个过年那么好看。不晓得，然后那个他就说的他朋友过来了，因为我们在那个藏餐那儿喝茶的时候，后来我们就走了，我们3个一起走了。他朋友半天没来，后来他朋友来了，然后又跑到那个3楼那个咖啡馆，就是那个就带着我们。